妈祖生是伫个农历的3月23，已经得要到咯。人讲食一回学一过，来看迎妈祖的时，行咧顶头上头前，迄个布尾仔穿插，对头到骹代表的即个含义，主要是有知足、忠善、感恩、惜福。第一项，头戴红缨帽，红缨帽是官职的飘头。意思是叫人做人就爱尽责、认本分，爱做一个好办头。第二个，挂无惊人的目镜，叫世间人细情就爱看破，嘛有暗示讲咱做人毋通眼中无人。第三条，喙留燕尾秋，这代表言非虚，必有信。第四条，喙甘薰吹，甘薰甲一个感恩相hòa音，意思是食果子拜树头，咱做人就爱会晓感恩。第五条，肩担长线，做人爱有担当，一生就爱忠善好施，做好代。另外，伫个即个线柄顶悬，有诶佫会较功夫诶，甲吊猪骹、韭菜、红线，这个代表讲爱知足，啊佫会久长，含众生结好缘。第六条，身穿乌衫，白甲平平哦，这个就是叫人爱了解世情诶道理，冷暖自知，乌白分明。第七条，三绺啊，顶绺吊下绺，这款呢，就是叫人讲爱无惜家己的外表形象，爱会晓欢喜做，甘愿受。第八条，腰派一个下蚵，这个是叫人爱会晓施舍惜福。第九条，正骹烫赤骹，倒骹穿草鞋。安尼行路定着会一悬一低，甲世间人讲世间路无通平，做人要是爱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。第10条，倒脚踏吊高，叫人做人都爱有口德，莫做口业，去看人的捏仔屁。以上日当来讲这个妈祖生这个布尾仔的造型，互大家做参考。啉台湾水，念故乡情，日当毋望大家来听笑甲牵成。